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5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澳洲出名的风景区邦大海山坡，昨举办光明节犹太教庆典活动，所有人雄雄提请出来扫射，嘛造成上无16个人死亡，超过40个人受伤。原本闹热的犹太节的光明节庆祝活动，伫澳洲悉尼有名的邦大海坡熊熊变款，连续几粒声的庆声，互现场民众惊吓青光丛。警方统计，迄当阵差不多有1000个人来参加，庆声连续弹差不多10分钟，数百个人惊吓四界走，尾去到海沙坡街仔路，也是附近建筑物内底。Fish in a barrel. Like the guy had I think of what I've been told, he had an automatic rifle, big gun, standing on the bridge. Everyone was just running, and there were bullets, and there were so many of them, and we were really scared. 警方判断2个涉案的枪手是白仔囝的关系。50岁的老爸已经互警方甲弹死，24岁后生还在病院抢救。规个事件死亡人数又搁咧增加。It's very sad duty this morning to report that 16 people have been confirmed as being killed, 15 innocent people and 1 perpetrator. 这场针对犹太社区的攻击发生伫光明节期间，也是以哈战争对2023年10月发生以来，澳洲境内反犹太事件上界严重的一届。代志发生了后，真济国领导人谴责也声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有回应。Anti-Semitism is a cancer. It spreads when leaders stay silent. It retreats when leaders act. We wi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stamp out anti-Semitism. It is a scourge, and we will eradicate it together. 警方表示，加在有一个热心的男性走出来，为庆祝遐甲枪抢落来，才互搁较侪人唔免互弹着。代志发生了后，各地民众发起点蜡条、煮糜活动，为伤者来祈祷，也为这件事故留下反思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转来看咱国内，讲这中华消防局接到检举，讲有庙会甲这拖车当作是炮台，违法来放烟火。消防人员随派人去了解，所以嘛通知车主来说明。这消防人员是讲，这庙会若放烟火无申请许可，会依法来处分。烟火伫天顶线开，色彩真水。庙会活动定定会放烟火表演。中华花坛一个公庙13举办庙会活动，伫暗时6点到8点，总共放200烟火，甚至也请大吊车来放炮啊，也吸引袂少人到现场来观赏。烟火用大台的吊车来吊，放很大，所以说有两批是在放就对了。对。不过，中华县消防局也接到民众检举，这场庙会放烟火无申请，而且现场也找一台拖车做炮台来放烟火。消防局派人去看卖，不过伫公庙附近就发现这台载有各式的炮外烟火拖车，于是就对这台车后边来搜证。那于路上发现有拖板车载运爆竹烟火的情势，消防人员驾车于后方搜证，并向检察机关这边来转报。那后续该拖板车向北驶离该处，未有释放爆竹烟火的状况。中华县消防局讲，因考虑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加上消防员无权甲伊走来查，会加查证资料交由警方通知这拖车车主说明。若若无经过许可放一个炮啊烟火，无符合释放的资格，无投保公共意外险。经过调查，属实拢会依照炮啊烟火管理条例来揭发。记者综合报道。讲来看，屏东拜来下暗，讲有一个食酒醉加酒，举刀啊约高中学生。这学生是今走入去国小内底比，因为这个加酒也是继续咧加约。这警察接到报案嘛，随到场去抓人，专是依照这杀人未遂加恐吓等罪移送法办。在伫人行道涂骹的这个查甫人，警方伫咧边仔介戒备，因为这个姓詹的查甫人13中昼啉酒了后，伫屏东镇内国小附近的人行道举刀拎2个高中生要甲因攻击，学生走入去镇内国小边也第入去。高中生坐在那边要去约好要去环球看电影，所以他们就是好像跟歹徒有眼睛有目视到了，然后歹徒好像就看他不爽，就去追他这样子。迄当阵，林内国小内面正伫咧办校庆活动，也个运动会。若是这个查甫人攻击老师学生，效果是真严重。比例的其中一个高中生是秘入去保健室。那间保健室里面已经有3个小朋友了，然后呢，外面还有4个高年级的小朋友。
加上我儿子是高中生嘛，我儿子先跑进去，小虎马上把所有看得到的小朋友全部赶到保健室里面，然后反锁。家长甲附近的民众讲，这个野岛的查甫人是附近的歌友，因老师攻击不是头一遍。伫附近的万年溪烟花，普通时就规阵的歌友伫咧遐嘻嘻叫，正大声。醉汉酒后持美工刀滋扰民众案件，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派遣快速打击部队前往，员警在3分钟内到场，迅速制服嫌犯，排除危害。歌友走入去学校内面攻击，互家长正担心。警方启动校园安全维护机制。一个姓詹的查甫人伫咧信后，已将涉嫌未遂恐吓等罪嫌移送侦办，将会请检方申请羁押，防止伊再犯。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咧云林岛南有一只白色轿车，唔知是啥物原因，驶离开车道启动着对向的货车，连带去牵连着后壁一台这红色的轿车，是3台车拢做伙，这货车内底2个人送病院也是救不倒来，因这车祸详细原因是搁爱调查。早起6点外，天正蒙蒙啊，光啊亮，救护车就赶到现场。现场路口规个乱糟糟，3台车拢做伙，消防队赶紧救人。我们到达现场以后，有发现有2个人受困在一个小发财车里面，已经呈现欧卡的状态。那另外一台白色小客车的驾驶是呈现昏迷的。那红色的一个驾驶是轻伤。对监视器画面看到，云林岛南大东路有一台白色的轿车，突然间偏离车道，撞到对向的一台小货车，加小货车后壁的红色的轿车，那喷火光也个冲白烟，撞击的声音正大声，附近的民众听到拢惊一个，赶紧走出看。砰一声，一只会感觉我就知严重啊，出祸严重了。红绿灯在出红灯啊，我看伊阿姨因那赛车足紧的，我就好刹那的之间就弄了啊。车祸现场规个乱糟糟，车的零件也甲规涂骹，小货车车内载面条也拢压出来。消防人员用破坏器材对规台车体拢已经严重弯曲变形的小货车内面。救出40岁男性驾驶加40岁女乘客，2人送病抢救，也是拢救袂断，造成自小货车驾驶及乘客死亡。自小客车驾驶是否有酒驾，已抽血送验中，详细肇事因素正由警方厘清。驶白车姓林的驾驶人分期送病去，驶红车的驾驶是面外伤，同款送病治疗。一直到天光，现场还阁伫咧清理，3台车也拢已经拖离开。警方伫现场采交通筒管制交通，也要继续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天气，今仔受到冷气团影响，这各地温度拢正低。本岛白日上低温伫咧新竹的关西，干那7度。今仔各地拢是侪云好天，气象署是针对新北、新竹、苗栗、宜兰发布低温特报。按算中昼进前，这冷气团就会慢慢啊减弱。北部甲东半部的高温是20度至23度，中南部可能会到25至26度。也若云林到屏东，这空气有较歹，拢是柑仔色的提车灯号。咱来看台东的日本温泉，讲是真出名。顶个月所听讲，这温泉水那像是愈来愈少，加在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啊。这业者嘛希望讲政府会当帮活动加强宣传，会当来带动地方的观光。冬天到啊，真侪人爱浸温泉。北比列做全国4大冰泉圣地的日本温泉区，顶个月团测水位下降，护业者是真紧张。不过，即阵温泉水阁恢复啊，10时早起，袂少南部民众趁冷空气南下，温度降低，利用假日挑工坐火车来浸温泉。泡汤对身体做多好呀。等一下我们就回程了。专门来泡汤的。央国大部分来浸温泉的游客拢选长工来回，假日也只有7成左右的休眠的人。有业者认为讲，过去县府伫冬天也举办这温泉节，刺激大东县冬天观光小艺旅游。不过近年来已经包装伫其他活动来推广，佮加上今年过来旅游无好，日本温泉观光要恢复过去冬天，迄种好景可能需要再加强行销活动。因为旅游结构的一些改变，例如说团体可能就变少了。台东县政府在新的年度，我们要推出泡温泉送 TT Push 金币的活动。我们透过更多的活动，
鼓励更多朋友们来到台东泡温泉拿金币。也正系希望县府重新规划温泉区交通的动线，也有旅游环境来争取游客。因为县府是强调会大力规划，台东县这个月也安排多项活动，也包装温泉观光旅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立法院好决再违法复议案，行政院定案这未附属嘛未公布。民进党表示，在野都无认同，会使对行政院长提出无信任案，解散立法院，用这全面改选用民意来决定。再来是中国时报。禁止中国旅游团来台湾，台湾的旅游团去到中国已经禁将近2年。不过台湾人去到中国旅游人数却是愈来愈多。不过今年咱国人去到中国旅游人数会比中国人来咱这个较济380万人次。最后是联合报，香港民主党宣布解散香港的一团媒创办人李志英，黄指控讲违反国安法，按算今仔10点就要宣判。一旦定罪，上当可能去用判无期徒刑。亚兰高中高职上各项课，为县市拢安排学生实际入去军营内底考称。这新北今年都超过这24间学校1万的学生去参加。另外，这国防部嘛有个讲，未来若要免做兵，这 BMI 爱超过45，身高都爱无到144公分才来准。拍伫两座顶面瞄准中心，乘机骑落去，详细一个看，这拢是高中生为了加强学生的国防意识甲自我防卫能力，不少高中这个全民国防教育课程会让学生体验实弹射击。因为我蛮把一开始会觉得会害怕那个感觉，但是之后你其实实战的时候不会想象中那么恐怖，然后打起来也有一种很有趣的感觉。男女都去打靶，其实是。我是觉得可以接受的，也是必须的。就是最近国际地缘政治的关系，这是有必要的。以台北市为例，114学年度第一学期有4校1791位学生参加，其中女性学生占将近40成，有继续提悬的情形。而且学生会使选是不是要参加，也经过家长同意。因为新北市是大部分规划伫每年4月到5月办理，今年有24间学校，超过1万名学生参加。每年定期办理实弹射击体验活动。大安高工张同学分享到，此次体验突破射击仅限男性的刻板印象，感受到难忘的自我成长。全民国防继续向下扎军，一男体位标准也会来大修正。为什么要逃兵啊？听团做艺人闪做兵的风波，为了强化这个兵役公平，国防部有个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包含替代役区分 A2级，未来只有 BMI 第45以上，也是身高144公分以下免役。另外，低度以上高血压并发实际器官病变才会使免疫，而且爱住院1天到3天，接受24小时连续血压的测量。也来阿波第免疫也修正，未来卡奖弯落去伫168度以上，改予替代役 A 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礼拜是去到德国、甲澳洲、甲美国的官员来谈判，嘛发表一项重大的宣判，讲若美国愿意来提供安全保证，这乌克兰就会当愿意放弃加入北约。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德国总理梅尔茨主持的会谈当中，甲美方的特使，也就是总统川普的特使魏科夫甲竞赛库许纳见面。梅尔茨简单致辞了后，就离开，和双方进行谈判。乌克兰总统顾问立特温表示，12月14会谈已经结束，其他欧洲领导人预计12月15去到德国了后会继续会谈。全部结束了后，由泽伦斯基对外来说明。立特温补充，官员当咧审相关草案的文件，伫未去柏林的路令，泽伦斯基透过通信听息表示愿意放弃乌克兰加入北约，来换美国甲欧洲的安全保障。Сьогодні двосторонні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між Україною і Сполученими Штатами Америки, а саме гарантії Article 5-like від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для нас і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від європейських колег для нас, а також інших країн, Канади, Японії тощо, ці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для нас – це можливість, щоб не розпочався ще один прихід російської агресії.
根据北约第5条款，若准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伫欧洲也是北美洲受到武装攻击，会互人当作是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成员国会启动集体防卫机制。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自一开始就希望加入北约，也毋过来自美国甲欧洲的一寡友伴并无支持。罗西亚总统普廷对北约扩大甲乌克兰的加入，直直当是反对，主张乌克兰必须爱保持中立，袂当有北约部队来进驻。北约秘书长吕特12月11日伫柏林演说的时阵表示，北约必须爱为咱的阿公阿嬷，也是祖公祖妈所经历的战争规模做好准备。也讲咱是罗西亚后一个目标。克林姆林宫是互利相关的讲法。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这看起来哪像是一个已经被记入历次世界大战到底是啥物款的世代所发表的言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美国中春镇联名的学校布朗大学，拜六下晡是发生一件枪案，上无2个人死亡，有9个人受伤。目前在警方已经抓到一个20多岁嫌犯，专案是也搁咧调查当中。枪击案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13日到4点20分左右。枪手行入去布朗大学巴鲁斯加护理高校大楼1楼的大教室，对正伫咧考7月考的学生开枪扫射，有10个学生着枪，1个人互碎片割着伤。监视器有翕到凶嫌离开现场的画面，伊穿乌衫，差不多30几岁人，掩过面生做啥物形看袂清楚。地方甲联邦出动400多位夜警的执法人员，伫学校抑个附近的社区进行地毯式的搜查。学校伫官方公布15个月封锁区域，叫这个区域内面的学生抑个民众踮在室内莫出门，但执法人员协助因撤离到安全的所在。普隆市人真多，市中心大路怎么规个拢无人，只敢存4条警示顶的警车甲消防车。We have two priorities right now as a community: one, to bring the individual responsible to justice, and two, to pray for the full recovery of those affected. The Brown community's heart is breaking. And 伫布朗大学读工程特殊学位的台湾学生简钢琴。代志发生起当阵，人拄伫咧附近的实验室工作。伊甲美联社记者讲，伊比伫咧大卡要到2点钟。I was working in the lab with my 3 other friends. It's an overwhelming week for us, and I was in the middle of working, and my friends told me that they received a notification of a shooting incident just 1 block away from us. So we decided to close all the doors and turn all the lights off and hide under the desks and wait for the next notification. 伫东华罗德岛的布朗大学是上春顶名校之一，有11000位学生。这是罗德岛自2008年到呾又搁发生校园枪击案。独立分析网站正海暴力档案的统计，讲今年到即马，全美国已经发生389件大型枪击案。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中国杭州野生动物园最近一只乌熊表演到一半，煞向失去控制，去攻击边仔的工作人员，最后是提出道具，把这乌熊缩掉咧，硬甲拖入去，加在这人甲熊是拢无受伤。头前这组先上台，乌熊一困头就跳3个，不过后壁这组出代志啊！怎么回事？小心！现场的人看到是看甲生气。人甲熊伫咧涂骹安尼相拍恁弄过，这工作人员想要爬起来，煞搁去互骂伫咧涂骹。哇，力气很大，力气很大。其他的工作人员看到，赶紧来斗相共，有人摕拿轻，有人摕竹篙，有人摕医疗啊，又搁讲又搁喊，嘛是无较抓。5个人甲一只熊扯拼，落尾手有人摕拿轻，甲乌熊阿妈棍的铁链啊交条咧，甲乌熊扭开，拖落去台骹，互人看甲心惊胆吓。动物园后来发声明讲，工作人员甲乌熊拢无受伤。这件代志是因为乌熊想要抢工作人员摕红菜头，才来发生意外。杭州野生动物园已经甲乌熊的表演拢总取消。动物园讲会好好安搭乌熊，嘛答应讲未来提升园区的应变能力甲安全措施。目前亚洲乌熊因生态地减少，也搁有人为捕猎伤济，乌熊已经封列做是强要绝种的动物。人为着娱乐去掠熊掠好，熊嘛是有限度，才会出手来反抗，落尾手嘛是人爱痛苦。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有啥物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日本福岛卡随随撇撇附带边仔一间卖场，传出讲有一个查甫人拿刀啊乱扑，扑到2个人了后，人就走去。警方是依照杀人未遂来侦办。
以色列发动暗杀行动，宣布已经把哈马斯高阶指挥官萨伊德成功杀杀。哈马斯警告讲，这种行为可能去影响到停火协议的进度。港历史上久的民主派政党，民主党礼拜正式表决来通过解散结群组。香港的台湾政治时代是正式来结束。党主席罗健熙嘛表明讲，无任何定组加东山再起的想法。日本的 Okinawa 有真侪台湾人爱去，不过咱伫咧 Okinawa 那哈代表处就指出讲，最近是定定去接到台湾人敲电话来求助，讲坐飞行机坐船困过头，赶袂赴，袂当入境的这情形。这那哈代表处嘛呼吁讲，去到日本，咱一定要遵守当地规定，嘛要留时间来报道办理手续。真水的海景加上有名的水族馆，加航程时间短、票价相对真俗这因素，每年有真侪民众飞往日本 Okinawa 去佚佗。不过最近确实出现有旅客错过航班报到截止时间，无到登机，打电话向台北处理经济文化代表处拿百分处来求助。那个是给比较可能真的需要帮忙的人，那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原因的话，就是要为自己负责。台北处理经济文化代表处拿百分处进行地面车发文讲，有旅客伫那霸国际机场准备要坐飞机，因为无事先到航空公司柜台去办理报到，等到互通知讲爱先完成报到手续时，已经超过航空公司报到截止时间，互拒绝受理，要求那百分处卡互航空公司提供特别的协助。甚至有旅客坐邮轮到那霸旅游，因为困过头错过规定落船入境手续办理的时间，也打电话到那霸分处，因此提醒接到日本旅游的游客遵守各项时间的规定。通常是规定在起飞前的60分钟是最晚报到时间，不能的原因是因为所有的行李都已经挂上去了，他没有办法再为特定的人处理，已经来不及在航空公司关柜前办理登机手续。那其实我们都会劝说他，看是往下一个航班或者是隔天的航班，然后我们再帮他另行订购。根据外国部统计，今年到外国旅游的民众，吉兰救助事件统计有2000多件，受到交通偷摕也是胖无的求助。再再来是坏红掠起也是加紧，第三名将偷摕也是诈骗，再来是得到比甲找人。国人赴海外旅游前，务必详阅航空公司等相关规定，并预留充分时间抵达机场办理报到、安检及入境手续。除了这出去旅游错过报到时间，无到特别协助。外交部讲，若民众伫日本遭遇天灾事变，也是战争这不可抗力事件，这紧急的情况，拢会向主力管处来联络。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铁北回线的电缆线，讲拜六礼拜半暝啊开始启用加灯去，这对汉本到武塔的号志，拢有出现各样的情形。派人去现场查，才发现讲这号志用的这电缆线已经启用加灯，不过加载是无启用偷提去。有水通报啊，也已经修理好势，恢复正常运作。工作人员伫咧现场抢修，崩坑内台铁涂骹的号志电缆线，互人加断了，影响铁路营运。台铁正式汉本到武塔之间，自14透早因为号志异常，一直到早起6点外抢修好势，才恢复正常营运。这马交予铁路警察局侦办。接获通报后，与台铁人员共同勘查，系号志电缆线遭人剪断毁损。14早起开始，台东站的列车拢准点无受影响。台铁讲要通报国土安全办公室，依照铁路法，偷摕、破坏等非法危害重要铁路机构、站、场、设施也有设备相关，会当判7年；那危害国安，会当判到10年。另外有台铁旅客翕到，伫车厢内底天棚水一直流出来，目击者讲，迄当阵区间车内面人真多，驶到半路也有列车长来拖涂骹。台铁调查132275次电联车漏水事件，主要是车顶的蒸发器排水孔，因为垃圾物件塌掉话，水排了袂顺，才会对回风口流出来。杂物还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杂物了啊，就是这个我们也会做一个检讨，排水孔要在一般的，在我们这个日常的检修里面啊，要
少加强了。这种 EMU900型列车，伫咧2021年底也捌发生过漏水事件，车厢地方抑个人看到正明显的水痕。迄当阵经过调查是设计问题，因为抑个伫咧报告的期间有厂商改善，不过这回漏水经过确定并不是设计问题。台铁公司讲会检视同款型的所有列车，加强检修保养。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嘉义市受庙会闹热放烟火，这烟火放了，仓库煞导火烧起来。这消防局是表示，这庙会是有经过申请的，这消防人员嘛有伫咧边仔警戒。因这导火所在是庙会所搭这个烟火台，庙方是有看到有火，就赶紧来处理。加在这火最后是无搁传出去啊。庙方的工作人员爬伫架仔顶面用水要甲火来压无花，放烟火产生的火车嘛落伫附近的回收场内底。民众甲家己即间公庙闹咧放烟火的画面翕起来，放伫网络，引起民众的讨论。这他们的仓库呢？因为仓库啊，遮拢他们的厂房伊就惊烟火啊。就是迄头顶刷飞落来，所以迄破掉放啊住，放枪头就set掉。消防局表示，这场活动主办单位事先就有来申请，消防局嘛有安排人甲车伫现场做准备，是有发生导火的状况。但是庙方人员发现了后，就已经赶紧处理好势，所以无地疏火灾，因嘛无接到报案。那当晚我们消防人车也在场做人车的警戒民众所拍摄的画面应该是现场释放烟火时候遗留下来的残骸碎屑那后续并未有扩大燃烧的情势。现场工作人员表示，主办单位有配合消防队规划放烟火的范围，烟火放煞了后，毛用水车压淡了后来摒扫。火车甲火夫是有引到一寡物件，但是确实无造成火灾。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伫咧西滨快速道路这标那个后廊路段，有轿车是伫咧车路顶，甲一只马来相撞，车头受撞去，这驾驶受伤，那这马是当场无命。暗的车道顶面，雄雄两只马一直走过去，马蹄声音曲特别清楚。这个所在是位伫西滨快速公路苗栗后廊上北的路段。13暗头5点外，警方先接到报案，讲有两只马伫快速公路顶面一直走，不过随后接到通报，讲有车甲马伫同路段发生车祸。北上98.6公里处发生自小客车与马匹碰撞事故，警方到场初步了解，张姓男子驾车行经该路段，疑因闪避不及撞上马匹。警方讲，当时有不少民众伫这路段看到这两只马，警消赶到车祸现场，发现轿车车头受损真严重，加在这现场的驾驶只有受到轻伤。现场初步处理了后，赶紧送医检查。车顶另外2名乘客是无要紧，不过轰撞到的马已经倒伫涂骹死去了。警方也伫附近发现另外一只马，有时通知附近马场的主人，把马砍断去。车辆左前方凹陷损毁。那车主本人脸上及左手指有约1公分的撕裂伤。迄开车的人玩我无？马主人甲警方讲，是因为无把好，才有被走出去。警方依照道交条例来开发。不过其实这款状况已经毋是头一摆啊。今年3月中，这个马主人4只马也走出来，走上西滨快速公路，大家看到到地滑滚。主人是毋是牵涉管理不当，也是违规代志？警方会函请主管机关来查处。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伫台南的永康正南山路，这道路工程才拄完工尔，边仔人行道也未种树啊落去，所道民众利用摕来种菜。因为这人行道是公有地，这工务局嘛表示讲，会要求民众爱家己抠掉。柑仔蜜结真多，看起来真袂使慢啦。边仔要种小白菜，这青菜看起来真用心地照顾。不过这菜毋是种伫菜园啊，而是台南永康正南山路的人行道，是要在种地带超过100公尺。利用这种来种菜嘛是袂歹啦。不过这是公家的地啦。即摆遐用好了有草啊拢生出来，就是想讲单清怎种一寡物件，较袂生遐个草啊啦。货车驶过新开的段路。正南山路道路工程才完工，也未验收。休息的是要在种工程也未做。有民众看到空地啊空伫遐发草，就主动甲伊除草种菜。尽管有民众感觉真趣味，不过人行道也是市府公有地，家己去甲种菜已经违法了。构成刑法320条第2项的窃占罪。
如果有民众去摘取这些蔬菜，也会构成刑法320条第1项的窃盗罪，均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除了警察可能牵涉窃占罪、地公有地、生出青菜依法属台南市府所有，那其他民众来买菜也牵涉窃盗罪。那台南过去其他县市有民众伫分隔岛遮公有地种菜，像台中就定这个公园甲行道树管理土地条例应司法相关的行为。实在工程将后续进场施作，那民众在这个空窗期擅自在植栽带种植私人蔬果，将先公告，请民众自行移除。食物再生地带种满青菜，引发讨论，有台南无相关的土地条例的说法。公务局讲的公告要求限期来移除，若无移除，会由公部门强制来移除。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宣布，对2027年开始要禁用喷来饲猪。最近这北部的饲猪户就先决定要停售喷水。这未少这煮食的业者，这油喷拢也囤伫咧仓库内底。这嘛呼吁政府嘛爱评估甲油喷再利用的问题，协助因来处理。上百个喷桶用保鲜膜盖封起来，暂时放伫咧仓库，不过是愈囤愈侪桶。顶礼拜六，北部饲喷的饲猪户就决定要串联，暂时无记载事业单位的喷，团线业者第一个受影响。业者希望政府是不是重新评估，甲喷分级，有明确来源的喷催促过有管理机制，会能够利用。目前涵盖率已经高达99%，都是国产可认证食材，就是有机产销履历，而且我们都是熟的食材哦，它是很安全、很安全、很安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源头减量，业者讲营养午餐大约会剩2成较低，白饭甲青菜剩上多。除了爱加强学生电小食物的教育，也爱讨论供餐的量。其实在烹调上，尽可能的去调整到孩子喜欢的口味。以好吃来讲，我们比不上外面的那些外食，口味较重等等。所以学校剩食的部分，普遍来讲，大概都会剩大概20%到25%左右。伫咧中华精神中学这么就发动剩食计划。甲中岛等食村的清气的饭菜款好，送予社福团体，唔那电小食物，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一礼拜差不多爱开几啊千块的菜钱，其实负担较大啦。这学校的剩食嘛，会使帮阮平安站减轻很多负担。这种模式是毋是有法度大规模推测？一过来看，用喷饲猪较多的新北市，环保局讲会尽量协助团线业者处理喷。跟教育局这边也是保持联系哈，所以目前团扇在处理上面大概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事业单位的喷本来是应该交予以及废弃物轻度处理机构处理，不过团线业者讲，有一寡已经化价起到进前的10倍。压力真大。另外，虽然禁止用喷饲猪，不过其实疫情发生了后，违规再运喷的案件也是有16件，9件已经裁罚。就连饲猪场内面的猪也移动管制15天。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科技农工成果展览现场展出3、4项的科技成果，体验这 AI 要安怎来协助农业转型，协助业者来提升效率，降低人事的成本，加速农业的智慧化。这毋若是敢若对花喷气安尼，这台是 AI 空气受粉机器人，用边缘运算，就是辨识作物的状况，会让伫上适合的时间授粉。经济部产业技术司拜六礼拜2天，伫中华复兴古场办科技农工在地循环交流座谈会，一个智慧农业永续循环科技论坛成果展，这是34项智慧农工科技成果。台湾的因为半导体跟资通讯的方是世界领先哈，那希望能用这样的力量哈，再继续在我们农业的这个科技上哈，能够做提升哈。那这个目前的2个主轴哈，世界的潮流，一个就是智慧 AI 哈。另外一个就是永续发展哈。除了授粉机器人，也有拟牛声纹辨识技术，会让对牛的叫声判读伊情绪的状况。另外，也有清洗机器人，会让减少30%到50%的清洁能力。经济部甲农业部合作，甲 AI 大数据，也有边缘运算，实际都伫产业现场协助业者提升效率，降低人力成本。因那 AI 敢有法度解决农业人力老化甲欠工的问题？台湾农业设施协会认为，人甲 AI 合作，会使互农业发展更加好。不是说AI 进来就把人替换掉，但是它跟人配合来把这些作业呢做到最好。那我想这个
是不只是国内有需要，整个国际上也都是跑那个方向，趋势就是这样。台湾农业设施协会讲，台湾的工业技术结合农业知识所发展出来科技农工，唔但国内会当用，未来也会当行销到国外。讲建议会继续推展属于国产智慧农业设备，让农民会当更加容易运用智慧农业。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到台湾的成年人，每2个人都一个会有受大考的问题，有的人就会去注这减肥车是袂甲欠费啊。这毋过这医师是建议讲 ，BMI 若超过30的才来做，因为这使用这减肥车若一个久，佫会可能产生这筋膜流失的问题。体育署伫最近发布调查，台湾大考的比率伫过去10年增加5.3%。国健署上新的资料显示，台湾成年人每2个人就1个人伤过重或者是大考，无想要辛苦运动减肥，拢想要用快速的方式，所以这种散散减就袂甲欠费。当你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快速。我有听说过，可是他们说那一支针也是要自己打，也要有勇气去打它。个人需求啊。他觉得 OK 就 OK 啊。台湾肥胖医学会讲，散散针是一种长臂素，主要作用是抑制大脑中枢想要食物件的欲望。食这种药了，会较袂想要食物件。不过医生建议，散散针适用的对象，除了糖尿病患者，除非是 BMI 大过27以上合并糖尿病，或者是 BMI 大过30以上才建议使用，因为只要是药就有副作用。若是大人要使用，一定要有专业的医疗团队监测身体组成，才袂体重降落肌肉也流失，也就是肌少症。告示身体虚、骹手无力，甚至影响行路。肥胖它跟上百种的一些疾病是有相关性，乳癌啊、卵巢癌、大肠癌这些都会跟我们的一些脂肪过度聚集所导致的一些癌症会有相关的风险。再来就是一些心血管的风险相关的因子，比方说像糖尿病、高血压。台湾肥胖医学会讲，最近散散针伫咧国内有滥用的情形，有人对日本买回来，也有人伫中国淘宝网买。食药署讲，用代购或者是伫咧国外买，因为来源不明，有可能会买到假药啊。也强调，散散针是处方药啊，袂使伫咧网络、社群平台或者是其他非正规的通路买，若无上悬会当罚200万。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按算明年要办第3届国家语言发展会议，为了要收集地方的意见，这台湾台语全国政策论坛隆重的办4场，第一场就伫咧台南的成功大学来起稿。1700字敢头文章合无？这是咱推算20档台语教育这结果。教育部认定23700字是脱离册美句的标准。不过，新台大文系主任陈丽君讲，咱台语教育设20档，国中3年的囡仔所发布一半的量，学校台语教育出问题。为了要收集大家对台语推测政策的看法，台湾台语全国政策论坛要伫北中南东小线举办4场。13由南部论坛拍头阵，伫咧第一线的台语老师讲，台语教育的政策要一贯化。为国校的时阵，咱爱先开始学音标啊。2年啊是3年啊时阵，因的迄个台语即个词类爱认包几个字体，这应该是爱有一个具体的政策，安尼才有法度把咱的台语的即个能力豆豆安尼培养起来。敢若阮即代可能讲过会使，啊，毋过即马囡仔其实足欠讲学校，还是一种整个的环境来甲帮助。无论是讲台语的环境制度，台顶大咖拢互相分享交流。但立军也基英国爱尔兰保存保育的来讲，包括法律地位的保障、教育体系改革、语言地位的重新建构，尤其是爱建立制度投入资源，安尼台语福建才有希望。语言文化要保存，毋是单靠爱台湾，也是讲感情安尼尔，爱有制度的支持。若无制度整个的支持，搁较爱，咱嘛是坐伫遮。老喙烂，咱今日若毋是行伫即个方向，咱的拢是地了的就对。水若直直流，啊你毋去保留，你干那水直直天，它有啥物路用呢？陈丽君表示，目前14岁以下会晓讲台语的人，敢若剩7%。台语教育制度有重大，咱就来改正。后续阁有3场论坛，大家意见拢会收集起来，加做明年国家语言发展会议的推测方向。记者柯家族邱超勇台南采访报道。
这个拜六礼拜，伫咧台南、台北接续举办的台语政策论坛甲民间会议，除了是要呼吁政府爱成立台语发展委员会，也针对设这台语学校，希望会当对这法律的源头来处理。文化部13在台南办头一场的台湾台语全国政策论坛，台北接续在10时举办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希望让政府和民众了解第一线在发展台语遇到的困境，嘛提出政策建议。民间除了继续呼吁政府成立台语发展委员会，嘛针对语言的转型正义、设立台语学校和发展的修法等5大议题来探讨。台语团体指出，虽然今麦在高雄有头一间的台语学校，不过受到实验教育法的总数限制，嘛致使一寡县市要设台语学校出现困难。所以，这个法规要安怎讨办吼？这长期来讲，当然这个法规拢爱相对应的来去调整，才会使行较久长。针对台语发展需要有更较周全的法律，台语团体和学者拢有高度的共识。除了对教育顶尖，嘛要对社会环境来改善。认为要爱推动台语成做地方通行语。有学者指出，照国家语言发展法要实，要爱地方议会超过半数同意修改严格，认为应当爱修法。有学者认为，目前独尊华语的公务体系，嘛已经违反国内法化的公民以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等。像客家委员会当参考嘛，这个地区只要客家人超过一半，伊就是必然的。地方通行语、主要通行语，啊，那超过1/3无到半数，哦，安尼就是次要的通行语。其实戒严时期国语推行办法，甲国语委员会组织条例已经谈民主化以后就废除啊，哦，所以其实今麦咱的政府伫独尊华语的这个国语政策，其实无任何的法律基础。针对通行语的部分，文化部初步回应表示，会阁继续和地方政府沟通。另外，教育部表示，目前在本土语言课程已经有400间幼稚园实行沉浸式教育，明年伫咧嘉义嘛要设部立的台语沉浸式学习基地，希望一步一步让台语发展愈做愈顺势。记者卢尚书、王志光台北报道。2025年林权艺术生活节上尾一出的表演是台语台表演班的12位演员，要搬白色恐怖受难者陈总统的故事。你回来啊！明仔载细汉的爱做生理，你感觉加2个月要啥物口味才好？白色恐怖的受难者陈总统1937年出世，是一个医生。伊伫日本留学的时加入台湾青年独立联盟。32岁叫人掠去关，迄当阵伊才拄和牵手结婚，幸福的生活乌有去，互人关15冬。有受过教育，读过册，才受过启蒙，有晓思考的能力。你讲？是要安怎袂烦恼、甲思考家己国家的未来呢？咱就把这个焦点放伫咧陈总统甲因的太太，当初时若是讲伊无掠去，迄个幸福的生活本来是啥物模样？这届主要演员拢是对公司台语台台语训练班所选出来的。这届演陈总统的演员叫做李家芬，有这届演出台语剧经验，讲台语对伊来讲袂讲真困难。较有挑战的所在是伊爱去学陈总统的口口。因为伊细汉时阵就对因爸爸搬来中和大，所以伊的腔口可能就无遐尼强化。啊，毋过我有注意到伊有受到伊的牵手的影响，因为牵手是家己人，所以我腔口其实是较我家己的强腔安尼。另外，也有一位演员詹必祥，伊的台语就无遐尔练长，毋过参加演员训练班的过程，已经慢慢甲武技捡回来啊。还是用台语来表演，去习惯讲用这个语言去处理表演。导演讲，这是一场艺术的政治行动。伫咧现场，大家会当大声讲出家己的文化和人权。当初互人禁止的声音，也会当大声用咱的武技讲出来。记者陈选林旭凯新北报道。另外一场表演是新种艺术家结合音乐、舞蹈、澎湃，或者观众会当用听、用看、用听来感受。美妙的声音，唱经典的西洋歌曲，现场还阁配着一阵一阵的香味，让人规个心情拢放松落来。唱歌的少年音乐家，虽然目睭看无，也毋对声音真敏感，唱歌真好听。声音的咬字，我会特别去揣摩，然后加上说，因为之前我是读英文系的，这首歌我就听原唱怎么唱，把那个咬字给学起来，然后让自己可以
发音可以更细致一点。这场艺术表演会是新疆艺术家做伙完成的沉浸式表演，邀请有摕到法国调香师证照的时装调香师，依照表演的氛围调做无同香气，和表演会当听、看、批。希望进来的人，他们有感觉到一种被疗愈的感觉，被放松的感觉，然后能够也符合它的主题。所以你刚开始闻到的时候，会觉得说，像我刚刚我的学员就讲说，老师这个味道就有那种咖啡色的感觉。用艺术表演，让大家更加温柔的理解新疆者的世界。这便是长期协助新疆者的公益团体所想到的感恩活动。视障者只是眼睛不方便，他其他的肢体、感官各方面不只是正常，甚至会比非障碍者要敏锐。只要有心，我们可以培育跟发展视障者可以从事很多不一样的工作。除了视障艺术家的音乐表演，香港听无的朋友所组成的林正南听障舞蹈团，用手舞结合现代舞蹈，呈现另外一种水，也让大家知影视障者伫咧各行各业拢会让开创一片天地。记者综合报道。刚才看国际消息，这阿根廷的脚球名车梅西巡回印度，见面会门票是卖价这价小真高，不过这梅西却敢若出现20分钟尔，是引起现场球迷不满，嘛引起现场的冲突。阿根廷脚球名车梅西伫咧队友苏亚雷斯甲德保罗的陪同之下，来到印度加尔各答的亚毛体育场，展开 GOAT 巡回，也就是史上上强的巡回。球迷情绪真激动，门票也卖了真悬，有人甚至开一个月的薪水来买票，只是为着要看到大名车。不过活动的安排煞引起争议，梅西一个出场，就予政治人物、贵宾甲维安人员拢甲围调咧，球迷根本就看无啥清楚。了后，伊停差不多20分钟就离开，互现场的气氛对欢喜变作受气。We couldn't even see him. We couldn't even get a glimpse of him. So why was this scripted? I don't know. Why weren't the police taking action? I don't know anything. Everyone was furious. Everyone was very furious. 受气的球迷开始想办法消透情绪，有人开始拆椅啊，对脚球场内弹物件，甚至也有球迷冲入去内底破坏护栏。主办单位互警方甲拘留。西边加拉邦首席部长也公开甲梅西甲球迷会师咧。कुछ नहीं देख पाए, नायक किक आउट करवाया, नायक पेनल्टी लिया, कुछ नहीं किया। शाहरुख खान को भी लाने का बोला था, कुछ नहीं लाया, 10 मिनट के लाया, चला गया, पूरा फ्रॉड करके चला गया। इतना लोगों का पैसा, इमोशन, टाइम सब बर्बाद। 在加尔各答的混乱了后，梅西的巡回行程继续进行。加长工，伊去到第2站明麦万科赫德体育场的维安甲安排明显有改善。梅西甲队友甲当地少年球员互动，就连印度板球传奇人物德鲁卡拢来甲迎接。Today, having all 3 of them here is indeed a golden moment for Mumbaikars and India. 虽然头一站有失角擦去，也毋过梅西的印度行也是继续咧进行。这个脚球名车刷落来，也阁会去到新德里，甲印度总理莫迪来见面。记者综合报道。意大利料理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意大利总统嘛表示欢迎。意大利料理车闸竞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意大利外交部长甲幕僚随摕国旗出来庆祝这历史性的时刻。其实意大利对这项纪录是无青分。2013参2017分别以地中海饮食、加那不列斯披萨同价入选。这届得到肯定的，毋是高一项菜，是意大利重视家庭分享甲传承的饮食传统。Lo stare a tavola in famiglia con amici è una cosa che noi italiani coltiviamo e 意大利人介意参厝邻的人做伙食到，佮会用真长的时间做伙准备甲食暗顿，是年是节拢会团圆食饭。一个意大利面导致回想伊的料理，就是甲阿嬷学的。La mia passione per la cucina nasce da bambino e io mi ricordo la domenica preparavi i ravioli col mattarello, tutte queste cose. Allora questa cosa mi è rimasta dentro per molti anni. 贪污申请遗产的学者强调，意大利料理传达的是满满的爱。Italian cooking is a common sentiment of people. We cook because we want to share with other people, with friends, with family, our history, our sentiment, because we want to demonstrate our love to other people.
文化遗产申请有成功，意大利总理嘛欢喜甲拍影片来庆祝，强调料理唔单单是食米，也是食谱，伊是文化、劳动、传统甲财富的呈现。那不历史比赛制作工艺入选文化遗产了后，带动学习的风气，相关学校目前4倍。这届搁再写入去遗产名录，定着互意大利料理搁较受欢迎，可望提升观光效益。公司新闻编译。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3度至22度，中部地区11度至24度。南部地区13度至26度，东部地区12度至22度，外岛地区12度至2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